不好意思，里面没有空桌了。我有预定，名字西蒙。怎么回事？不好意思，女士，你没有根据我们的着装要求，我们的顾客必须穿高跟鞋。其实街对面呢有一家小吃摊，那里有足够多的空位，而且更适合你。现在可以了吗？一份鹅肝，没有，水晶虾仁，没有，蜜汁烤翅。没有。你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？那你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，看看自己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。比如自知之明。我要一份和隔壁桌一样的。这里到底是餐厅还是残疾人救助中心啊？怎么什么人都可以进来？怎么了，女士？我想我以后都不会来这里吃饭了。这种人的存在，不但拉低了我的档次，还影响了我的胃口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我们现在马上就去处理，把她移到角落去。请问你可以买单了吗？我还没有吃完。那得马上吃快一点。你们洗手间在哪里啊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准确来说是没有为你们这种人准备的洗手间，所以你最好快点结账离开，你影响了其他人的用餐体验。张口闭口我们这种人，你是不是觉得在所谓的高档餐厅工作，所以自己也高人一等啊？这里不允许大声喧哗，请你马上离开。我会离开，但有件事有必要说清楚。贵餐厅的经理和服务生的态度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我想这个合作没有凯的必要了。你们可能不太清楚，在你们挑选和歧视客人的时候，你们老板正在急切地为这个即将倒闭的餐厅寻找投资商，而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，就是压垮这家餐厅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老板，您听我解释啊！